苏州西中市路上有一家苏式绿豆汤，超级好喝。来苏州怎能少得了这杯苏式绿豆汤呢？有勺子。无糯米的是里面就是没有放那个蒸好的糯米是吧？就是没有糯米，就没放糯米嘛。对，但是糯米很好吃啊。对，你那个一杯啊？拿一杯好了。放试一下啊。这是绿豆呢。对，绿豆。那我看你那个里面红绿是放好的，这是自己提前准备好的，然后就后面再加一点。对，那个自己做现做来不及的。这个糯米是木桶里面蒸出来的。对，我这个糯米好，你吃的不一定是这种糯米，都是蒸箱蒸的，跟这个两样。你木桶蒸的，对，苏州木头的，对，苏州木头蒸的很少。这个是就是那个薄荷水啊。对啊，冰的。它有点结冰啊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啊。有的人就喜欢用啊。10年了，10年的老店啊。对，那个是景德路开到搬到这里。之前景德路哪里的？景德路在学士小学斜对面。好，你来抽吧。你亲口看看，这个味道是保证要 OK， 对吧？我不做外卖的。你不做外卖啊？没有外卖，全是堂吃的外带。很老生意多，知道？像我们开的长了以后，我又不加盟，好多要加，为什么会的？你如果钱交给他，他如果不说，他给你做摊配料，对，要做摊料的。对，说你要做红心那种面馆，他味道好一点。对的，对吧？这个老板你讲的是对的。我讲话不要贪这种小钱，对吧？你就是自己做，都吃了呀，你自己一个人这个店都吃了。糯米是吧？对，你跟一个人吃的差不多，你吃那绝对 OK。这家的金正绿豆汤还不错，等会我吃这里面的糯米料就知道了啊。就在西中市路上面，如果来三塘街逛，就走那个仓门往东一点，就可以找到这家绿豆汤的店啊。老板还送了我一个小勺，等会儿呢，这个绿豆就是这个薄荷水喝完了之后，可以把里面的这个料用勺子舀出来吃啊，也是很好吃的。这里面糯米我刚刚尝了，很好吃，它真的那个软硬度是刚刚好的。然后它还有那个混合的那个薄荷水的那个香味，很清凉。这一家绿豆汤还是蛮不错的啊，比较推荐。然后这一杯我已经吃见底了啊，就剩一点点绿豆了。这家绿豆汤呢还不错的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打卡一下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